今日係2025年5月17號，校際美式桌球16強，賽事係打9局5勝，由白色衫嘅喇沙小學對保良局羅氏基金中學 B 隊。一開波，喇沙小學就攞住個控球權，見到4號同埋9號波對正個中袋。有睇開桌球新手林百川呢個頻道嘅觀眾，應該都知道咩叫襟九。3號反角中袋，低桿左西，嘗試用2 cushion 教返去4號波後面。呢場賽事係早上11點鐘舉行，邊一隊勝出就會喺即日嘅下午4點鐘繼續打8強嘅賽事。8強嘅賽事係打13局7勝，所以對小朋友嘅體能同埋集中力嘅要求都好高。而家喇沙小學嘗試用4號波撞9號波入中袋，同時落低桿，做好白波嘅防守，成功咗。喇沙小學領先1-0。第二局一開波，喇沙小學繼續強勢進攻，見到大師兄帶住小師弟分析緊啲球型，有傾有講，默契十足。睇嚟係打算搏咳2號中袋。呢個咁大嘅角度，白波會行得比較快。喇沙小學穩陣少少，撞完遠台再撞返個近台教3號。因為如果輕輕力推用遠台1 cushion 撞返出嚟，有機會走過龍。白波而家呢個位置打3號相對合適，用2 cushion 將白波教返去鏡頭嘅右下方，繼續進攻4號。非常之巧妙咁喺4號同埋5號波之間穿過，因為如果將個白波教喺鏡頭嘅左下方嘅話，喺進攻4號球嘅時候就有機會俾9號波影響。而家只需要輕輕一推1 cushion 就可以教到5號。5號教6號亦都唔難，但係呢一球嘅教位已經決定咗7號嘅進攻路線係直接打入左尾袋，定係用7撞8入右尾袋。見到喇沙小學輕輕一推，教個遠台嘅6號近乎直線，應該係想進攻6號嘅時候打停個白波，再以7襟8嘅方式入鏡頭嘅右上方嘅尾袋。偷咗少少位，令到個白波冇咁黐 cushion。因為接下落嚟呢一球係呢一局嘅致勝關鍵，除咗要好精準咁用7撞8之外，仲要計算8號波入完袋之後，7號同埋白波嘅位置可唔可以繼續進攻。成功，雖然剩返低嗰2粒波都係黐 cushion，但係都係非常之近袋口，應該唔使考慮走位都可以打得入。喂，我話唔使走位啫，都唔使俾個最大角度嘅黐箍波大師兄打㗎嘛。而家冇辦法啦，最後一球俾個機會大師兄表演一下啦。冇問題，穩定輸出。喇沙小學領先到2-0。由於唔想條片太長，第3局冇咩特別精彩或者驚險嘅鏡頭，所以直接跳到最後嗰2粒波。而家喇沙小學打緊個8號嘅遠台，應該係嘗試用低桿打完個8號之後，將個白波拉返出少少，容易啲再繼續進攻9號球。位置搞得非常之好。等小師弟打入埋個9號球之後，喇沙小學就成功領先到3-0。第4局一開始，喇沙小學如常進攻，打停個白波入2號中袋。呢球波我喺現場睇，我仲以為佢哋係想用3撞9直接入右下角嘅尾袋。不過如非必要都唔會咁做，因為失誤機率好高。而家喇沙小學重新再睇多次3號有冇入球嘅路線，應該係想直接打入3號撞1 cushion 較4。冇錯，3號係絕對夠位入嘅。呢球波應該係想打入4號，白波撞底 cushion 1 箍過返去近台度打5。白波借7號停低咗，打5號波嘅角度都算靚，白波可以借底 cushion 1箍撞返出嚟較6。哎呀，不過呢球行多咗啊！白波同埋6號波個距離遠咗之餘，仲要變成一條直線。啱啱見到喇沙小學指住嗰個位置，應該係想 stunting 個白波，
再借得入7號尾袋嘅角度去教返個白波去9號球嗰邊，留前咗少少，但應該唔影響得7號尾袋。哎呀，唔入！而家進攻權落返喺保良局羅氏基金中學 B 隊，但係呢個角度亦都唔係一個好大嘅進攻機會，睇嚟應該係得返個遠台嘅尾袋。可惜未能把握喇沙小學今次嘅失誤，仲留咗個袋口波俾喇沙小學上手。喇沙小學見台面得返2個波，終於係一個咁靚嘅機會，不容有失，直接打入咗個7號球。雖然白波嘅走位唔太理想啊，不過台面剩返1個波，喺冇遮擋嘅情況底下，中袋或者底袋都係可以選擇嘅路線。放心交俾大師兄啦，睇佢出桿嘅路線應該係打遠台嘅尾袋。搞掂，局數領先到4-0。第5局亦都係一個清台嘅局面，打4號波輕輕高桿一推，將個白波教去5號嘅 right side， 跟住應該係5號嘅中袋低桿教6號，冇問題。呢個角度白波輕輕向前一推就可以救返最後嗰粒8號波。最後打一粒黐箍嘅8號應該用低桿拉返去近台打9，完美啊！睇得出喇沙小學嘅白波走位係非常之犀利嘅。呢一球波係呢一局同埋呢場賽事嘅雙賽點，入埋就直落5-0勝出。當然如無意外就出意外啦。你睇佢喺度陰陰嘴笑，梗係頭先瞄竿嘅時候諗緊今日 lunch 食乜嘢好，一諗起件麥樂雞就分咗心啦。保良局羅氏基金中學 B 隊難得可以打個9號球，一定要搏盡無悔。但係呢個角度究竟佢打算入邊個袋呢？哇！係3 cushion 閘位入中袋啊 ！Evan Reyes 喺現場都真係要鼓掌啊！而家局數追返到4-1，鏡頭見到嘅係第6局嘅尾段，打7號波借2 cushion 教返遠台嘅8號。哎呀，好似教得有啲直添。如果8號波同埋白波係連一直線嘅話，要返到去近台打9號，就要用個重低桿撞2箍先得。但係小師弟睇嚟係唔夠手長打呢個位嘅，單叉嘅話亦都好難落咁重嘅桿法。可能最好嘅做法只係打停個白波，去拼一桿遠台嘅9號，睇下佢哋會點處理先。冇錯啊，果然係將最後一桿交俾大師兄處理。有冇得快啲放 lunch 就睇你依球啦。成功！哎呀，爭啲入埋個白波打死。恭喜喇沙小學以5-1嘅局數晉級隊際賽8強。